廉政公署同警方近排採取咗一項聯合執法行動，成功瓦解咗一個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嘅犯罪集團。廉署同警方自星期二，即係6月23號開始，採取代號雙刃嘅聯合執法行動，搗破涉嫌打假波集團，先後總共拉咗19個人，包括本地足球教練同埋球員，其中4個被捕人士係本地現役球員，3個人曾經效力同一個前甲組球會。警員曾經搜查一個位於旺角嘅球會辦公室，當場拉咗一個52歲嘅女人，佢係集團嘅其中一個首腦。嗰個犯罪集團已經運作咗2至3年啦，估計收受款項超過600萬港元。而家行動仲進行緊嘅，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。嗰個犯罪集團涉嫌經營非法外圍賭博，牽涉本地同埋海外賽事，包括咗世界盃嘅賽事，並且透過貪污嘅手段操控球員喺本地足球賽事裏邊打假波，而從中獲利。警方提醒市民，而家正值係4年一度嘅世界盃，唔好俾熾熱嘅氣氛影響咗，貿然參與非法賭博而賭上前途。